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智慧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为了推广台南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局先设定安平国际上港的优势，甲港务公司合作办理投资台南招商说明以及企业营销交流会，吸引200间厂商参与。其中每天嘛亲自到场推销安平上港的通关服务。有效节省业者运输成本，令两业体投资优势两面性大。台南市的安平港区是非常非常适合，因为它离市区近，而且潮差涨潮跟退潮中间差距不会很大，是一个而且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休闲或者是这个观光船靠泊的地方。那也因此成就了不管是安平的美食，或者安平的名胜古迹，或者是台南市区，事实上都是四通八达，非常非常便利。因此呢，来这边投资各种行业都是非常适合的。因此，不管是投资在南自贸，或是投资在北观光，不管各行各业都很适合。有关台南社区竞争力安平港以北港港甲南主要贸易港区作为号召来积极招商，嘛希望目前除了李纳伦到澎湖以外，嘛进一步甲港务公司配合，佮在打造邮轮停靠码头的计划。同时，112年第3季的渔光岛、大月牙湾亲水游览区招商，嘛陆续展开，来拼台南的经济发展。我们争取更多的一个邮轮能够到台南来，让人到台南那第二个
安平港其实它在自贸区有包含关税的一个优惠，还有那个驻点那个入关的通关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产品能够进来到我们台南那享受通关的一个租税的一个优惠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南包含云嘉南农特产可以利用安平港来出关节省运输的一个成本，提升竞争力。为了行销台南安平港的投资甲进出口运作模式，新华桥欢迎物产、观光等相关企业一旦拥有报名免费参访。报名专线06-312-4249。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由台南市三城慈善会所发起的庆端阳关怀弱势慈善爱心活动，伫今年正日第6天。这次募集的善款，除了由慈善会25000块之外，其他拢是来自56个善心人士以及单位团体的捐赠，并发送给北区区内弱势民众。这个活动，因为阮爸爸都无好，今年90岁生日，所以我们扩大举办，那个总共要捐赠336户的里民，每户现金5000块，总共168万。这次的募款金额甲发放人数拢是上济的，目的就是爱互弱势民众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当中特别讲的是，三城慈善会创会会长郭清汉今年大贺90岁，伊也大方捐出50万，互这需要关怀的人。今仔日伫遮办活动，也是关怀咱弱势家庭的边缘户。拄啊今仔利用我的生日，所以今仔我捐出拢总捐出80万，互遮弱势家庭，互因大家会当快快乐乐欢喜。北区区长李鸿兴以办活动写真来表扬三城慈善会的爱心。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代表市长王伟摕来到现场，感谢因甲政府合力合作，共同关心社会弱势。最感谢的还是我们三圣慈善会，咱的创会的会长，咱郭清汉会长，也当来召集从105年开始的对咱社会有一个公益的这个贡献，所以还是再次感谢我们民间的帮忙，可以公私协力，让我们的弱势团体得到最好的照顾。感谢我们三圣慈善会还有其他的友会共同的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北区的民众能够在现在目前疫情刚过这段时间，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北区国公所希望会当透过这款的爱心善举，达到铺张引诱的效果，让社会各界持续投入公益，传达关怀甲爱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位伫柳营大塘尖山边度假村，为了迎接疫情解封以后第一个暑假，当时嘛是国内家庭旅游的旺季。特别推出一系列的亲子宠物暑假系列活动，除了清水气垫的设施、气垫式乐园，让民众欢喜来耍水。另外，带宠物入园，主人还可用个免门票。现在比度假村呢，今年暑假期间呢推出气垫式乐园那因为暑假期间很热嘛那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水。那我们有一个气垫的一个水池让小朋友呢尽情的在里面去玩耍。那另外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呢，针对那个毛小孩，我们也举办了毛小孩的市集。那希望透过那个有养宠物的这些爸爸妈妈呢，可以带着他的宠物呢到园区里面来做尽情的玩耍。那这边带宠物的，我们也有优惠的活动那在官网上我们都有公布出来那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暑假期间呢，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的小孩，还有带着你的毛小孩到我们尖山皮度假村来尽情的一个玩耍，欣赏这个湖光水景。度假村引进全新的气垫式乐园，设入10平方公尺的充气戏水池、海盗树屋的水滑梯、加手摇船顶。伫个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大汤公司嘛特别邀请附近新山国小的小朋友提前来体验。每一位小朋友拢生加欢喜甲。就是可以玩水，然后还有一些生态活动，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在
在自然界有更多的认识跟学习，还有了解这样子，然后对他们的那个课外活动，就是在这里是可以有很多课外活动的一个吸取的经验跟回忆，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子。除了气垫式乐园，另外暑假期间，业界还推出蝴蝶王水陆大冒险的套票，包括门票、游园车、蝴蝶帽的 DIY 教学、加水库的冒险等，专案优惠，每人只要350块。另外还有毛孩绿市集，只要带宠物入园，主人享有免门票以外，另外同行的民众还佫享有门票半价的优惠。欢迎全家带亲子甲毛小孩做回来佚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推广台南观光，台南市新住民旗袍协会自创会理事长魏山元年来，就认定拍摄台南观光推广影片，但拄着疫情一直无法度执行。有鉴近来疫情趋缓，今年伫第2任理事长叶珍芬甲现任理事长马金丁人推动，历经3任理事长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完成了这支旗袍美女带你游台南的影片。在我们创会以来，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借由新住民的角度，推出一支由新住民来看台南不同的景点的观光影片。今天在我们3位理事长前后3位理事长的大力推动之下，终于顺利的完成了。今天我们的影片终于完成了，也介绍了台南的美景，跟所谓台南的咕咚刚好结合在一起，跟我们的旗袍，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得到大家的赞赏，也多多来台南玩。市长黄伟哲也现身在这支影片当中。感谢新住民朋友对着台南的付出。新住民朋友们已经成为我国的第5大族群，为台南、为台湾带来多元精彩的文化以及满满的活力。其中中国大陆及配偶族群，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深深融入并且爱上台南这座美丽的城市，将透过影片传达台南之美、文化之韵，让新住民带领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台南。协会表示，这部影片展现了台南市的美丽景色，甲旗袍文化独特吸引力，也代表新住民姊妹对台南这块土地的爱。因走访了真侪台南的历史古迹，也记录了真侪传统文化甲美食，希望会当吸引更侪人来到台南。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南音乐甲生活美学协会理事长苏明洲表示，因每个月拢会甲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聚餐，互相了解业界情形，希望借此成立一个互联网，互无同领域行业会当互相交流。这个月的聚会拄好是暑假的开始，也想要趁这个机会，互家父中心的小朋友提早接触社交礼仪。特别伫这次的聚会活动当中，为小朋友安排社交礼仪的课程。这个活动呢，是由日保保险柜所成立的台湾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所主办。我们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办理。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我们西餐的礼仪，他要如何来用餐啊，这个对于他们日后走入国际是很有帮忙的。另外，我们在成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来介绍，我们葡萄酒有不同的品种，有白葡萄酒，有红葡萄酒，有香槟。那我们应该怎么饮用？有不同的杯子。一般来说，品酒都只有所谓的这个酒类，然后做教学，都没有音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邀请了3位音乐老师，永福国小音乐班的音乐老师来演奏钢琴、小提琴以及萨克斯风。我希望能够把音乐和美酒能够做搭配，啊，那么这样子的活动，我相信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从来没有去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真的能够所谓的富而好礼。有的小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摕刀叉用餐，虽然无习惯，但嘛感觉真趣味。是西餐礼仪学到了如何用酒杯，还有酒杯的各种样子。这些你过去比较不知道吗？不熟悉这样。我也不知道。用餐结束后，孙明组也送予每一位小朋友一份伴手礼，加500块的奖助学金，鼓励因未来爱立即成长。孙明组希望邀集多些企业界好朋友，未来爱多多关怀弱势家庭，
共同创造一个善良又搁正能量的社会。记者张淑仪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合作，来到台南市的光中学举办媒体素养教学活动。当中除了媒体识读课程，更将一款媒体素养桌游标新立异带入校园，向学校老师做推广。今天的桌游主要是跟师大跟中嘉数位集团台南的双子星一起合作的桌游，然后我们来这边推广。然后它的桌游名字叫标新立异，主要是说你可以透过下标题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新闻的资讯来做一些下标题，然后还有新闻查核的一个桌游这样子。那我们会透过下标题的过程来学习说，记者跟查核记者是怎么样来学习使用数位工具，还有资讯来做一些查核的事情的。高中端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教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哦。尤其是现在我们台湾其实面临到这些假讯息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比较这种怪怪的新闻，都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有这种高中啊、国中教育啊，甚至是有这种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大学教授、大学端来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作，而且是一个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机会。借由桌游互动，让老师们更好理解媒体素养，未来也能规划相关的课程，将正确的媒体素养观念带到课堂当中，提升学生的媒体素养能力。其实这个桌游提供了很多的新闻的但是里面没有很多的讯息，那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 sense， 然后去判断但它也会有些提醒。那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去看到现在的媒体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这些状况其实我们每天的新闻、每天的报纸每天的网络上其实都会出现，所以那个对这些新闻的 sense，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学很好用的一个媒材。去年中嘉宽屏与台师大就曾经合作推出假新闻查核以及媒体禁用权这2套桌游主题，更举办过世界咖啡馆、工作坊等等，为台湾推动媒体素养教育而努力，希望让社会大众藉由游戏能够真正学习到媒体素养。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毕业证书在哪里呢？答案在海里。延续从2009年起的毕业潜水体验活动，中华国小应届毕业生潜入水中，与多莉一起留下难忘的毕业照。我觉得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可能是我这一生最特别的毕业典礼。希望以后的毕业生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我觉得这次的毕业潜水很独特，因为这种天气真的蛮冷的。毕业潜水我觉得是唯一一间的。基隆市教育处推动海洋教育与学校规划的游泳课程结合，毕业生循序渐进学习，从游泳、浮潜到学会水肺潜水，逐步达成每一个阶段性的课程目标。10几年，其实这个变成是我们学校课程的特色啦，也结合我们学校整个一个本位的课程。那希望说学生在毕业中给他们更难忘的回忆啊。越在地才能越国际，认识基隆在地海域的特色及美好。中华国小近年来推动双语教育，让孩子具备双语沟通的能力。To be able to share my joy of swimming in the ocean, and especially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with my students. 我们的海洋之子能够悠游于海洋，这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自然的海岸的资源。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姐妹校。明年来到基隆，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姐妹校的伙伴的小学伴，一起来进行这样有意义的潜水体验活动。独特的毕业成年礼向下向外传承，让中华国小的孩子达成人与人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与共好。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新北市秀朗国小111学年度课后辅导烘焙班6月14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理事长何若平说明，课后辅导烘焙班每一次报名都非常踊跃，这次也成立了3个班级供孩子们参加。校长曾秀珠表示，每一次经过教室旁都能闻到阵阵的面包香味扑鼻而来，期盼孩子能将所学带回家里跟家长同乐。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课后照顾协会在秀朗国小帮我们开班哈。那这一次的这个班是幸福烘焙班，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结业式最后一天。那我从他们在上课每一次经过就看到小朋友这个非常这个欢乐的这个笑容然后呢还有从旁边走过去闻到这个烘焙啊这个甜点。幸福的这个滋味那加上我自己认为孩子呢，他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到这一些对于孩子不管在家庭里或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一定要说非常感谢客照协会，也非常感谢若萍这个幸福烘焙站，秀朗烘焙站呐。好，我知道我们那个家长志工的烘焙老师非常的棒。今年在我们的秀朗国小总共开了3个班，就有 A、B、C 3班那我想每一次报名都非常的踊跃。那这次要非常谢谢秀珠校长，就是提供了我们的东协教室那这边的设备就非常的赞，真的非常的棒因为烤箱具足，所以我们每一次烤出来的成品，孩子们带回家分享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课后照顾协会提供了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的幸福烘焙的老师能够在这边跟孩子们分享最友善的一个烘焙课程。孩子4点下课，家长碍于上班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抵达接送，课后辅导班承接起这一段时间的陪伴任务。中华民国儿童课后照顾辅导协会社团秘书邱万伦表示，孩子们对于课后辅导烘焙班都非常喜爱，主要是希望可以提供孩子在正课之外，还有一个培养兴趣的课程。那就是也很谢谢，就是烘焙协会有提供我们这样就是很优秀的师资，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然后可以，因为其实我们每次秀朗社团的报名都是非常的热烈，也是非常的热门。那烘焙社几乎也每次都是满额，就是非常受小朋友喜爱。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之后我们可以再为就是秀朗国小，然后陆续再开这样子的烘焙社。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就是在提供给小朋友正课之后，然后有更多元的选择，可以让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社团不只是烘焙，然后或是有一些直排轮、静态的、动态的投其所好，让他们自由的去做选择。对，所以也是就是我们课后照顾主要的用意，让他们在一个安全，然后又有多元的课后环境，然后可以得到这些多元的课程内容。家长上班忙碌，来不及接小孩，秀朗国小肩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全球资源开设课后班，让孩子不再只能苦苦等候，不只是能学习课外知识，还能将其带回家中跟家人分享。记者苏建明新北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